好了，这首歌为了纪念追不到女孩子，然后在部落其实也写了蛮多首的歌，其中有一首歌很有趣，是我自己写给我自己年龄阶层的。我的年龄阶层是阿美族的一个传统的社会的一个制度，它是用年纪来分年龄阶层，然后一层一层这样。5年为一个单位，就是好比是15到20岁是一个年龄阶层，20岁到25岁一个年龄阶层。以前每一个年龄阶层都有自己的那个阶层该有的工作，就很像部队一样，是班兵，然后排长、连长、营长这样一层一层的关系。但是年纪到了就要到那个位置，然后做那个事情。5年之中，就是一个新的年龄阶层要升上来，就会替这个年龄阶层取名字。通常年龄阶层是用拉开头的。我的年龄阶层叫拉千禧，然后弟弟们他们的年龄阶层叫拉撒洞，很难念哦，撒洞，拉那个撒，然后加一点卷舌音，撒洞，很像发文哦，龙球撒洞。撒洞，然后撒洞是阿美族指那种盖房子的很大的那个柱子，那个木头那个叫撒洞。为什么他们叫拉撒洞呢？是因为88风灾的时候，就是整个台湾南部受创嘛，然后山上很多神木都被冲下来了，然后很奇妙，那些木头都全部都随着洋流往北飘到都兰湾去了。都兰是一个很大的海湾哦，然后那边就积满了很多木头，老人家一辈子都没有看过这样的就是景象，没有看过。以前漂木路顶多几根而已，它是那个时候88风飘下来是一整大片，人都可以走在海上的，很像中间飘了一个中山足球场一样，很夸张啊！有照片，有机会去上网拉撒洞 enter， 然后。那个多大吗？中文要怎么写啊？就是萨东啊，拉撒东。我们现在中文就写的拉萨斯风的萨，东是那个东边的东加一个山字旁，就是山上的山。我的中文不好，山上的山，那个山。加一个东这样，就不晓得为什么要这样。可是拉萨就很像西藏来的呢，拉萨洞。然后我叫拉千禧，他们叫拉萨洞拉千禧我很早在图腾时期就有写过一首歌叫《拉千禧》，然后图腾乐团也拿来唱。然后他们拉萨洞，他们自己也有写一首歌叫《拉萨洞》。你们好优秀哦！要不要唱唱看？他们没有练过。不过他们这个年龄阶层还蛮多人的，就40几位这样。升上来的时候，像我们拉千禧刚升上来才10几位哦。我们那个年代比较原住民的小孩子比较没自信，所以比较不敢参加这样的年龄阶层的活动。不过他们到这个年纪的时候就参与的蛮多的这样。试试看好不好？唱一下。白色的天，蓝色的空，美丽的海洋。key 太高了，等一下。这样应该可以吧？好像很高。蓝色的天，蓝色白色的天，蓝色的空，美丽的海洋。我坐在这沙滩上看落幕的
的夕阳，仰望着天，想起家乡，思念延续着，是否我心爱的家人一样想起我？哦，一样，哦，一样，哦，一样，哦，海洋，一样，哦，一样，哦，一样，哦，海洋。好不好？好吧。白色的天，蓝色的空，美丽的海洋。我坐在这沙滩上，看落幕的夕阳。阳光下去，讲起家乡，是否坚持着？是否我亲爱的家人一样想念我？沙沙东，拉萨东，拉萨东，沙一次。沙沙东，拉萨东，拉萨东，沙一次。拉萨东，拉萨东，拉萨东，沙一次。拉萨东，拉萨东。拉萨东沙一次天空下的太阳一直蔚蓝着，太阳下的我们还一直在唱着唱着我们的歌，唱着我们所有的，唱着我们的日子，唱着我们的名字，拉牵系。拉牵系，拉牵系。拉牵系，嘿呀呀，嗨哟啊嗨呀，哦啊嗨哟嗨呀，咿耶嘿呀咿耶哦嗨哟啊嗨呀，哦啊嗨哟嗨呀。嘿呀呀，嗨哟啊嗨呀，哦啊嗨哟嗨呀，咿耶嘿呀那咿耶哦嗨哟啊嗨呀，哦啊嗨哟嗨呀，哦啊嗨哟嗨呀。哦啊嗨哟嗨呀！谢谢。